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列王上卷第2章第10节到12节，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今仔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军队主。所罗门王伊继承因老爸大卫王的王位啦吼。但是伊甲上帝的关系必须爱靠家己吼，这是牧师常常咧提醒兄弟姊妹一句话讲：上帝无有孙仔，也是查某孙，伊只有儿女啦吼。这安怎讲呢？好，咱亲像伫咱前几工的分享的中间，咱有讲到，咱会记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会通称上帝做咱的阿爸爸吼。咱对圣经也是讲社会现状来看，遗产啦、王国啦、国度啦、王位吼、国度足个代志会当继承啦吼。但是甲上帝的关系确实无法度继承，但是会当传承吼。继承甲传承是无共款的啦吼。后代必须爱来，就是讲传承了后，后代必须爱家己来建立甲上帝的关系，毋是讲阮老爸传落来就好啊。这犹太人有即种观念啦吼，有诶基督徒也有即种观念。当大卫咧建筑圣殿的任务，将即个任务交互即个所罗门的时阵，大卫伫圣经的记载内底，伊安尼祈祷，伊讲：我的上帝啊，我知影你监察人的心，欢喜正直轮到我，我用正直的心欢喜献这一切的物。当我看见你的百姓伫遮拢欢喜献互你，我就欢喜。耶和华，阮列祖亚伯拉罕、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互你的百姓常常伫即号的心思念头，陪伴因的心归向你。佮求你赏赐我的囝所罗门诚实的心，来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做成这一切的事，用我陪伴的来起电。所以这是伫历代志上29章17节到19节的经文。咱亲像上帝嘛，安尼甲大卫讲的，伊讲伊要为着我的名起电来指所罗门啦吼。我要坚固伊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称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伊若犯罪，我要用人的管，世间人的鞭来折毒伊啦吼。这是撒母耳下传第7章13节到14节，上帝对大卫所讲的话。所以这就真清楚甲咱讲一项代志，就是上帝真明白来讲，军队伊的人是甲上帝有个人的关系，这毋是借着继承来的吼。是毋是咱咧讲的所谓的选民吼？以色列，咱会记咧洗礼约翰伫即个约旦河犹太人宣讲悔改福音的时阵，伊也有安尼提着。伊讲毋通掠做恁家己是迄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吼。你也知影讲，上帝嘛会当对石头来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真清楚，就是讲，这个军队主是袂当继承的，是爱家己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路加福音5章的经文记载，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来军队伊，彼此你也看伫迄个时阵，同阵的顶悬的人拢受到呼召吼，特别是彼得啦吼，伊会通讲是当初时的一个小小的军东吼，掠鱼的专家。
但是伊叫规暝掠无鱼仔。后来耶稣基督借伊的船仔讲道了后，佮甲指点讲，你去水深的所在，搁一摆来拍网，结果就收成满满，到需要其他的船仔来斗相共协助。耶稣基督是啥物人？对人的角度来看，伊是一个目枪。上界济伊借彼得的船仔，伊是伫遐咧教示人，所以检赛是一个劣比教师。但是彼得却是抱着迄种试看觅的心情来听伊的建议，然后就拍网，然后就收成满满。我想有真侪人信主嘛，拢因为安尼吼，破病也好啦，还是讲拄着人生有困难啦，拢试看觅咧吼。彼得以及即个西比太的囝雅各甲约翰，因拢做伙放落一切来跟对主。放落一切跟对主，即个放落一切到底是啥物意思？有的人会甲兄弟姊妹讲，放落一切就是讲吼，你拢袂当有财产啦，吼，你拢袂当好嘢啦，吼。其实圣经的意思毋是安尼啦，吼。圣经的意思，咱若准用即个亚伯拉罕受钓的故事来去看的时阵，咱就会当了解圣经咧讲的即个跟对主的情景是啥物货啦，吼。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讲，叫伊着爱离开本地、本族、爸的家啦，无搁再倚靠过去的资源，无搁再掠掉家己所有的遐一切，拢放掉，来学习安怎专心专意来跟对主，来倚靠主啦，吼。咱呢？咱是毋是将上帝摆伫咱生命中间的第一位？或者是无使用较简单的问题来互大家来思想啦吼。比如讲，咱用读圣经、祈祷这项代志，咱用啥物时间分别来做读圣经甲祈祷的时间？起床第一件事，是讲伫咱上有精神的时阵。也是讲，有个人拢甲读圣经当作互咱好困的工具呢？这互咱来思考，咱要安怎来跟对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1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列王纪上卷第2章10到12节。路加福音第5章第1到1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跟随主。所罗门王他继承了他的父亲大卫的王位，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却必须是要靠他自己。这是牧师常常跟弟兄姊妹提醒的一句话。他说：“我这样说，上帝没有孙子，也没有孙女，只有儿女。”就如同我们前几天在分享当中所提到的，记得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是使我们能够成为，或是能够称我们的上帝为阿爸父。成为他的儿女啊。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是可以继承的，甚至给予的啊。那像我们说的遗产啦、王位啦、国度啦那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继承或是给予的但是跟上帝的关系却是无法继承，但是呢可以传承。听好继承跟传承是不一样的。继承就是说我不用努力，我接受了就有了。那传承是有这样的概念，有这样的技巧，可是后代则必须要努力自己学习怎么样跟随主的脚踪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当大卫把建筑圣殿的任务
交给所罗门王的时候，大卫的祷告是这样子说的：17节，我知道你试验人的心，你喜悦正直的人。我以忠实诚恳的心，欢欢喜喜的把这一切献给你。我看见你的子民也高高兴兴的带礼物来献给你。上主，我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使你的子民的心永远对你热忱，并且他们永远对你忠心。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一颗热忱的心，使他遵行你的一切法律诫命，用我所预备的来建造你的圣殿。这是在历代志上卷29章17到19节。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非常清楚的，让所罗门王他自己能够遵循上帝一切的法律命令啊。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上帝对大卫所说的话，他这边说，他才是为我建造圣殿的人，我要使他的朝代继续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做错了事，我会处罚他，好像父亲惩罚自己的儿子。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13到14节，这是上帝对大卫说的。那这里所谓的他，就是所罗门王将来要继位的。所以这边很清楚，上帝非常明白的提到了跟随他的人是必须自己跟上帝建立像是父子的关系，这是无法继承的啊。即便是所谓的我们说的选民，刚刚的大卫的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好像是继承下来的，其实不是啊，而是提醒他们上帝的选民。可是他们还是自己要去跟上帝建立关系，就好像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旁边在传讲悔改福音的时候呢，他这样提到，他告诉这些犹太人说，别以为你们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选民啊。他说上帝可以从石头为这个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我想这个很清楚了就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第5章的经文记载，耶稣基督在呼召门徒来跟随他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彼得以及他那个同行的这个2条船上面的人都受了呼召，特别是彼得啦他当时候可以说是小小的一个船东，那捕鱼的专家。可是呢，那一天晚上他却怎么样捕都捕不到鱼。后来耶稣借了他的船去岸边船上这个教导人之后，就告诉他说你去水的深处呢再度的撒网这样的做法之后，他们就收获满满，而且需要别的船只来帮忙来协助。那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从人的角度，对彼得来说，他可能就是木匠嘛，最多他是一位拉比嘛，他借他的船去那边教导人嘛可是一个捕鱼的专家却听一个看起来像是外行的彼得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境，他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嘛那听了他的劝告，耶稣基督的劝告之后，他就收获满满。我想早期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或是基督徒很多人做见证都是这样，生病或是生活遭遇困难就是在试试看之下接触了这个救恩基督教的信仰那我们看到彼得自称是罪人了请耶稣离开他。后来耶稣就呼召他成为得人如鱼的跟随者。彼得跟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
都一起放下一切来跟随主。这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放下一切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跟随主的话，很多人说，哎呦，哪有可能啊？这个很多人是误解圣经的意思的，就是好像说是基督教是反这个仇富的哈，比如说这个人不能拥有财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呼召故事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样的情境。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让他学习没有一切的依靠的时候，他开始学习要全心全意的跟随主来依靠主，对不对？我们呢？我们是否将生命的首位让给上帝呢？我们有没有把上帝当成我们生命中的第一首位的人对象？简单的说，牧师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要分别一段时间来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时间？起床后第一件事情，还是精神最好的那个时刻，或是常常听人家开玩笑的说，这个睡不着的时候读利未记很好睡觉？我们要好好思考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来跟随主。